他的计划，那他会怎么样？他会很伤心。所以上帝他赐给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我们应该要活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我们需要被上帝所使用。我们活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就是怎样？活在一个属上帝的一个体系里面，是一个让上帝来管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是一个活出天父的生命，跟他的那种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再过来，我们是需要去经常的去体贴天父的心意。他期待我们，他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计划，就是要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是一个得胜的人生。但是如果当我们不愿意，我们在那个当中，我们只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愿意体贴天父的心意的时候，天父就会感到伤心。所以我们需要过着一个活在一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当中，过着一个才能够得着那种丰富的生命。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为什么后来人被赶出伊甸园？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不单单是人赶出伊甸园，而且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的时候会活得很累。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在创世纪的第3章第6节到第7节说什么？他说：“于是那个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2个人眼睛就开了，那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裙子。”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当女人看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样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可是上帝怎么说？他说那棵分别善恶所有的果园中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上帝只有给他一个命令，就是只有那棵树不能吃，就只有唯独那个。但是女人看见了这一棵树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她就怎样？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她说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而且又给了她一起的丈夫也吃了。在这个地方吃了就怎样？她要做自己的事，因为她不愿意去顺从上帝对他们的这个旨意，对她的命令，所以她就决定做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再过来呢，她在那个地方，她说给了她的丈夫，因为她怎样？她要走自己的路。这代表着说，人在整个在面对着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期待的是怎样？他想要做自己，他想要走自己的路，他不愿意让天父来做主做王，所以人就进入了那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受到了这个撒旦的这个谎言，受到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诱惑，就开始不再是一个活在一个上帝的计划的里面，不再是一个活在一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而是一个活在一个属世的体系，以至于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开始感到很累。以前原本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只需要负责的是什么？管理。他不需要负责耕作，也不需要去打猎什么的，都不需要。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开始因为人的不愿意顺从，结果上帝就对亚当说什么？他说：“你既听从你的妻子的话，吃了那树上所出的，
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受诅咒。那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土里得吃的。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五谷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回尘土。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那对这个所在，咱就会看见上帝原地本地所享受人的迄个爱电动园，咱伫迄中间，咱甚至唔免安尼汗流满面，咱唔免伫遐劳苦，就会通得到食。但是这个时阵，因为人唔要做家己的代志，要行家己的路，的结果就是到尾啊，伊受咒诅，伊所生存的所在，伊爱汗流满面，才会通得到食。搁安那，搁土地要安尼，甲伊生出才会安尼气配。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迄个原地本地受祝福的路，因为人无愿意行上帝的迄个旨意，无愿意顺探上帝的计划，无爱互上帝使用，要行家己的路，必到伫迄中间，伊就安尼受着咒诅。咱通看见原地本地天父上帝，伊所创造人的迄个，伊要管迄个爱做人来管理爱电动园，是要创啥？是要甲主同做王，伫迄中间体贴天父的心意。所以人伫迄中间，哇！伫迄中间是一个满有丰盛甲德性的迄款安尼的生命，伫迄中间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满满。但是人当伊要家己做主做王的时阵，伊就受赶出爱电动园。搁伫迄中间，伊其他伊台伊要家己做主做王的时阵，伊要体贴家己的心意，伊到尾啊，伊就是安尼，甲着即个丰盛的即个生命来安尼过日。所以咱就通看见，迄个体贴上帝的心意体贴天父的心意，就是安那，就是会通互咱安尼，亲像伫咧即个约翰一书内面讲安那讲。凡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去行。住在他里面是那个他是谁？住在神的里面就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就是按着主所行的去行。主怎么说，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说怎么做。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与主同作王，让我们就是给天父使用，并且完成天父的他的功。我有一个好朋友伊踮伫咧马来西亚，伊伫咧马来西亚是一个即个上市公司的 CEO。伊家己本身嘛有一个产业伫咧中国，拄好伫咧迄个疫情的时阵，在疫情的时候，那刚好他计划，他刚好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农历过年，他打算说农历过年后2月，他想要去中国，在疫情的期间，他机票买好了，结果买了，后来那个到了。快要接近的那个前2个礼拜，他被收到通知说这个班机被取消，所以他所订的机票就被那个票款就被退回来。那就说那就好吧，那就再等一阵，等一等，就等到5月他就决定说，那我5月我再来去中国一趟。结果机票也买了，结果又一样的，又过了没有多久，又被通知说这个航班又是被取消。就这样子，那取消了，那就是那我再延后到7月我再去，又被取消。当他这样子1连3次被取消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个当中或许有神的心意，要我不要去中国。所以他就说好，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留在马来西亚。
那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原本他有在中国他有事业，他在西班牙也有其他的事业。那他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刚好他那个又买了另外一家的这个上市公司。那他期待这位弟兄他是主内的弟兄，这位弟兄他那个能够去这一家上市的，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上市公司我们如果说是去买了像说去等于是说并了人家的那个上市的股票上市的公司，那个 CEO 就是那个老板会派一个 CEO 去那里管理。这个弟兄他就跟他这个朋友说，他的朋友要他去当这家公司的这个 CEO。他就说我已经当过老板我也不太想要上班你这样子我很麻烦，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还要去中国要去看我的产业去哪里什么的，何况我一直想要能够在教会能够做更好的服事，那我如果承接了你的公司，那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些服事。所以当他这样子在跟他的老板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老板说怎样？说你要怎么做？你什么时候要上班？你不上班，那都由你自己决定。他就是要这个弟兄来管理他的公司。其实我遇到的还不仅仅我自己我以前自己的这个开拓教会的一位长老，也是同样的这样的类型。说基督徒他本身他自己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好的服事，那结果他就受到老板的赏识，老板甚至将这个公司全权的交给他，然后他只要交给他做，他就很安心。所以这位弟兄他也一样的，那当他的老板就是说你爱怎么你要上班，你要去，包括你去看你自己的公司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将这间公司交给你来管理。他就说好，那决定了以后，老板也配了一台车给他，也配了司机给他，他就在那边努力的做他自己的那个他老板交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个弟兄他最主要他就是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工作上面，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他会去体贴天父的心意。他知道说他在教会里面有很重要的服事，所以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跟他的工作上面，他要取得一个平衡。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我们在工作上面如果是工作跟服事去强碰到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取舍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是取舍，是我们是取工作而去丢那个舍我们的服事。这位弟兄他跟他的这个幕后的这个老板跟他讲说，你如果我该服侍的时候，你如果我没有办法去服侍，那我就这个工作我就不要。而老板就这样子，就是很全然的就交给他。他最重要，他期待着这样的公司能够渐渐的能够成为一个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公司。所以这家公司在他的这个领导底下，那也有很好的发展，那而且也有很好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收入，公司有很好的成长，只因为这一位弟兄他愿意将上帝的那个次序摆在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的上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工作也好，我们在家庭也好，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如果会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就如同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4章里面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那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怎样完成他的工作。一个会去按照着
那个天父所差来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去完成他的这个心意的时候，就是一个与主那个同作王的这样子一个基督徒，他是给天父使用，而且完成那个上帝给他就说计划量给他的所有的这一些。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管我们是在我们的家庭，你伫咧你的工作，你伫咧教会，你伫咧社会，咱一个真要紧的，咱就是拢是咧完成上帝的工。因为上帝互咱安尼组立一个家庭，咱是毋是伫咧这个中间来，互上帝伫咱家己的家庭内面来做主做王，互咱安尼伫咱安尼家庭内面，拢安尼顺探上帝伫咱的这个家庭内面，伊所让互咱的这个家庭伫咧咱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也是一样。上帝他将我们摆在这个工作上面，我们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尽心尽力的做？我们工作，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做，我们是为神而做。我们在那个当中，因为上帝他在让我们摆在这个位置，他一定有他的那美好的旨意。他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为主发光作盐。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上帝将你量在教会的哪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在那个当中，就在那里为主来发光作盐，来高举主的名？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基督徒？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标榜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真的尽了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吗？我们是不是有完成上帝要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应当要尽的责任？今仔日咱伫咧咱的教会，咱踮伫这个所在，咱的教会踮伫这个社区，咱是不是有法度去影响到这个社区？咱基督徒踮伫台湾这个处境，咱是不是有真正会通去影响台湾？咱的这个规个台湾，互台湾会通成做一个安尼是一个下伫上帝心意的一个国度。所以咱会通看见，咱伫逐样的代志顶面拢会通拢需要安怎？无论做啥物款的代志，拢爱奉主的名，为着要来高举主的名。就较亲像哥罗西书内面讲讲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的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所以你有影这，咱会通看见，伫咧上帝的话语中间，伊一直甲咱讲，咱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无论做啥物，咱拢是爱奉主的名来做。所以今仔日咱若伫咧咱的工作顶面，亲像有的人咱尤其安尼像讲真侪人安尼伫咧拜一的时阵，都会有那个周一的症候群，有没有？如果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为主而做，那我即使是刚好过了礼拜天、礼拜一我已经休息了一阵子了，那礼拜一又要开始工作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为主而做，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他让我在这个公司，让我在教会，让我在家庭，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神量给我的一个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等等。我在那个当中，我就是尽力的，为了要无论做什么，要奉主的名，要在那个当中，不单单是感谢父神，让我们有那个工作，让我们在那个当中能够高举神的名，在那个地方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咱就会通看见，当咱若安尼看的时阵，咱就会亲像伫咧哥罗西书另外一段经文讲，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是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心存诚实，因为你们敬畏主，你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你们要服侍主的，你们要服侍的是主基督。所以，今仔日咱是安怎？咱伫咧咱的工作顶面会感觉安尼，感觉真亚善、真亚烂。因为咱今仔日咱是为着咱家己咧工作，咱是为着咱家己伫遐咧度无。所以咱伫遐，咱毋是为主而做，咱搁较毋是伫迄中间安尼要为着安尼讲要来高举上帝的名，咱所做是为着家己的结果，就是咱会做得真忝，做得真善。但是当咱若是为着上帝，为着咱的天父上帝，伊所让予咱的，咱伫迄中间为着要来荣光主的名的时阵，安尼咱就有一个无共款的性命。安尼的时阵，咱所做的工作也好，咱伫咧家庭也好，咱所有伫咧教会、伫咧社会，咱拢是诚做一个体贴天父上迄个心意的时阵，安尼咱就是甲主同做哦。因为咱伫咧中间，咱三角伫迄中间同齐来伫遐来管理即个世界，来治理即个治理咱即个社会，治理咱的家庭，治理咱家己的工作，伫迄个中间拢是甲主同做哦。所以咱要安怎诚做一个体贴上帝心意的人，咱爱活伫咧迄个属上帝的迄个体系。互咱会通伫遐安尼充满迄个主的迄个安尼迄个信、甲望、甲忍耐，互咱会通伫咱的工作顶面会通安尼有满满的喜乐，咱的工作是轻松的，搁咱的工作会通是一个积极。我头拄讲起头拄迄位兄弟，即个马来西亚即个兄弟伊伫咧。前差不多一个月月，伫咧一个月月前，伊安尼连续伫咧2个月中间失去2个亲人，至亲的亲人，一个是伊的老母，一个是伊的某，两位真伫咧伊生命内面真重要的两位父女。当伊伫遐安尼，后来伊伫遐讲起着伊伫遐安尼拄着安尼的代志的时阵，一般的人会感觉讲伊应该安尼真理智，毋知要安怎好，甚至安尼无法度对迄个中间行出来。但是伊确实真紧着伫迄个中间来安尼行出来。我就真好奇，伊就安尼讲。就算讲我的老母、我的某，伊破病后来过身去，但是伫咧迄个中间，伊真清楚知影，迄个中间有上帝的心意。就较亲像伊的某，伊嘛陪伴伊的某，安尼去病伊，嘛期待伊的某会通安尼病得到医好。但是伊的迄个伊的某是得了那个胰脏癌。胰脏癌，咱知影胰脏癌那个杀伤力很强，所以人会真紧就安尼过身。但是伫咧迄个过程的中间，因为伊不就讲伊伫遐伊的服侍，我看见的就是伊的服侍无停止，伊继续游玩安尼毋但是陪伴伊的某，佮伊嘛继续伫咧教会服侍，佮伊的服侍有当时佮需要是出国出去的。出国出去，毋是为了工作，是为了服侍出去的。所以伊伫咧迄款的中间的时阵，伊游玩继续伫遐安尼牵条主，伊真清楚知影讲，落尾手当上帝将伊的妈妈甲着伊的某拢接转去到伫天顶的时阵，伊真清楚知影讲，从即个中间游玩有上帝的心意。虽然讲伊游玩心内会有侪会摇，伊讲是安怎？我遮尔安尼认真服侍，我为着安尼为着助你的教会做真侪的工，是安怎？助你将即2个真要紧的人来甲伊安尼甲伊安尼接转去。但是伊伫遐当伊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阵，伊伫咧心内，伊就充满了迄个愿望，伊就会通来伫迄中间来伫遐来释怀。
了，伊继续安尼，伊游玩，伊伫伊的生活内面，伊共款，因为伊即摆伊的某离开，所以伊共款，伊还阁照顾伊的细汉查某囝，嘛爱甲伊的查某囝安尼亲像讲洗身躯等等遮的代志，伊搁较无用，但是咧，伊伫迄中间，伊游玩满满喜乐，这是伊伊咧甲我讲起，就讲伊一遍，伊的即个伊的司机伫遐安尼，伫咧路的安尼甲伊咧聊天的时阵，咧甲伊讲起。伊讲司机咧问伊讲，你逐工上班时间8点，你是安那着爱7点就到遐？伊讲我每一工拢是为着迄个上帝来做，所以伊伫迄中间，伊伫遐安尼做真好的。安尼讲，包括诚侪公司同事的真好的即个安尼表率，伊伫咧家庭游玩嘛，通做尽伊的本分伫遐来做，所以当伊伫遐体贴上帝心意的时阵，虽然讲伊即个司机，因为伫咧马来西亚，咱知影有真侪即个伊斯兰教的即个即个背景，100%是比较高的，伊可能无法度理解。伊是要安怎做？但是伊真清楚知影讲，伊伫遐虽然就算讲是面对伊的至亲的即个死讯，但是伊游玩伫迄个中间来接受上帝的心意，就伫咧遐继续来行伊头前应该行的路。所以，咱会通看见做一个基督徒，咱会通看见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咱迄个。规个基督徒的性命事业，咱的迄个目的到底是甚么货？咱会通真清楚知影。第一项当然是趁钱，因为趁钱是要为着咱的生活。但是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要得基业，为赏赐。伫咧这哥罗西书的第3章内面讲下，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你们要服侍的是主基督，所以咱会通看见什么是基业。咱会通知影，咱伫咧赚钱生活，你的生活内面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迄个整个食衣住行遮的，拢是咱伫咧。趁钱是为着咱遮的食衣住行遮的，但是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得基业为赏赐，是因为咱会通，迄个基业就是咱会通甲主同作用，伫迄中间会通安尼行伫咧即个合伫主的心意的内面，成做一个安尼满有主的迄个丰盛的活命，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转来看咱家己，今仔日咱会通发现，今仔日真侪咱虽然讲咱家己是基督徒，但是游玩咱心内还阁有侪侪苦痛，咱会通看见今仔日的问题是，咱敢若剩趁钱生活，咱不断伫遐为着要趁钱，有的人甚至毋是为着趁钱生活。伊伫迄中间，伊就开始伫遐想讲我迄落拄着什物款的即个挑战，怎啊一直落伫咧迄个挑战的内面。有的人伊的迄落身躯有病痛，伊就一爬起来就开始咧想伊家己的病痛。咱做一个基督徒，如果咱所想的拢只有干那是。趁钱，也是病痛，挑战。咱无去想到，伫咧咱的背后，迄个引带咱、保守咱的迄位，咱会发现，咱游玩拢总受到即个在不管是赚钱、名利，所有一切，我们就被辖制在那个当中，以致我们跳脱不出去。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再一次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情况，我们发现到说，上帝他要我们的是怎样与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来去
治理这地，那要与他一同作王，那我们仍然还是一直只有停留在我们要做自己，要走自己的路吗？还是我们愿意再一次回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心意，来去走在一个合神心意、讨主喜悦的道路上面？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搁一间好好来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有一寡分享就留伫咧礼拜日再过来继续来分享。愿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搁一届伫咧这个新的年的时阵，咱搁一届好好来想。咱过去咱所活的迄款咱的生活，咱的性命到底是活伫咧是什么款的性命内面？愿主的神不断来激励咱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届转来到伫上帝的爱殿堂园的内面，互咱亲像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性命，就是咱是一个叫做通往伊甸园的一个道路。当初时阿东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那我们现在是要重返伊甸园。那重返伊甸园最重要是做什么？就是要与上帝再一次来管理，治理这地。再过来呢，与他同作王。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这个，而我们却是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以至于我们在那个当中心中有很多的这些这样子的一个苦难跟这个感到很累？因为当我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已经在那个地方已经就下了一个咒诅，地怎样？地要因你的缘故受咒诅，而且要终身劳苦才能够得吃那个从土地得吃的，而且要怎样？要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一次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主你来接我们进入到你的伊甸园，让我们再一次与主同作王，体贴天父的心意，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丰盛又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阮搁一届谦卑踮伫主你的面前。特别是伫咧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愿你的神搁一届来光照阮，来看见阮家己，阮伫阮的人生中，阮到底所咧憔悴，在追寻的是什么？恳求天父保守，圣灵不断的来光照跟引导，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处境，使我们愿意再一次，当我们看见并且明白了以后，我们愿意回转过来，我们就得了医治。阿爸父神，愿你的灵不断的来带领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跟你的百姓，让我们在面对着今天这个属世的世界有许多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价值观，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被这些属世的这些价值体系所捆绑、所辖制，而是我们愿意选择让主你属天父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来去取代我们原本那属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到主你的丰盛、主你的得胜，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彰显。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不配，奉主圣名祷告。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诗，圣诗第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请起立吟全首。
着用许多的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入来受苦，得十字架死，埋葬入府。第三日对双中国我上天，打真全能的爸上帝大庭，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请陈安甲秀美执事。请起立，来。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上帝好天对讲着试探，加天真多，充满全地，搁伫你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所有会振动的生物。创世纪第1章28节。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这样活动的生物。”创世纪1章28节。感谢主，我们来迎新报告。牧师，来，这慢吗？对。好，这听说是每一年这个对牧师的考验。好，来，咱来对这边开始好啊，哈，还是要对这边，对这边。尹真，恁，玉祥呢？还在万方医院吗？没有，他有。他刚走过去。OK， 来尹真奥哥，那个迎新，嘿，今仔日迄个公公还在生病咱李富雄咱家搁继续为他们的身体来代祷，
啊，妈妈没有来哈，在照顾爸爸哈。好，先你说。来，民芳家军，好久不看，那没有见了哈。请坐。蔡胜忠弟兄，蔡胜忠嘛哈。来，请。这刚拿一个来哈。好，请坐。来，慧丽长老跟依婷，好，再过来依云，也是 only one 一个。够怪，这个我真正就唔知啊。小可介绍一下，叫说钟颖，好，欢迎。好，我是我是牛。请坐。好，捐会指示来，林雅阿哥，陈安。两个孙哦，两个高师的孙拢伫后壁，木平、木香穿个红记记哦。好，思恋姐，好，佩玉姐，阿哥两个孩子耀祖，是。好，请坐。芬兰姐在哪里？就这样。hello， 双如老师跟曹明老师，给你奖励，好，请坐。那里阿素姐，阿哥，好，苏静姐哈，来请坐。刘东炼弟兄，好，刘东炼弟兄，还有碧群姐，家珍姐，后边迄位是啥物啦？文荣，玉慧姐的女儿。你戴口罩安尼，拢规个拢翕掉的，看拢无。好，文荣啊。还有没有其他人回来？都 OK， 都还在那个哈，这个他们要照顾家人很辛苦哈，好，来，李丁乐专家，今仔日恩怡，婕妤哈，于姐去伫咧美国哈，跟阿姑好，那个静辉姐，因专家，钟安，淑华，好，请坐。志宏长老因专家，的孩子，因儿子媳妇哈，儿子叫啥名？志熙，女儿，那个媳妇，李丽。好，欢迎。好，丽云，阿哥，秀梅，好，大姐，好美珍长老，今仔甲剩你一个尔吼，出国，安尼啊。安尼啊，对，因咧分做三，你对无着，有你对有着上帝，你对有着上帝，好，感谢主，来，华英姐，阿哥，hello， 琼儿，碧光长老，阿哥，因这个等来上桥的吼，还有雅柔，雅柔拢有来，还有迄个细汉孙这么个几个好，来，请坐。来，正方，正方，
来隔壁迄位，静学学哦静学，哎，静学，静学姐哈，啊过来，Hello， 丽淑姐。艺术啊过来过来，哦，文科。好，过来，Hello， 淑芬长老，这拢多一个吼，啊，静怡姐，居里老师，迄边各有人无？无啊吼，好啊，过来，青青，啊个建明，啊两个在那边吼。哦，过来，苏娟姐，丽慧姐，丽慧姐，下姐，来伟明，啊过来迄个什么老师去啊？佳慧老师，佳慧老师，哎，我今仔日干哪你一个啊？你代表，哦，啊，迄边音控到。哦，个佩瑜，咱即马过年吼，真侪人拢出外去吼，所以咱拢真侪人，咱过年才算，尤其是今年诶过年多好，那个过年多伫咧周间吼，所以有的人呐，都已经拢嫁袂出去啊，所以就真侪人无伫咱中间。哦，啊对啊，搁一个牧师娘，啊牧师娘。无孙娘，即马伫咧厨房咧煮迄个药膳排骨啦。哦，来啊遐，哦，着阮啊。好，好，昨就开始无用啊，今仔日透早5点半就起来起火啊。啊，佮忙规半晡哦，忙无毋知要哪开假事。忙足久的，结果是假使去互关起，啊，佫有一个按钮，啊，迄个按钮伫咧左边啊，我无看到迄个伫遐看规半晡，所以咱就知影讲吼，迄个伫咧教会内面咧为咱主食一寡遮的姊妹哦兄弟吼，拢真辛苦啊，咱感谢主，好，啊，佫有无介绍到无？哈？哦，来文兰，哦。哦，歹势，啊，你说怎啊？无伫咧看到，来，美珍方美长老吼，头拄本地迄落帮俊有伫咧，可能先登去吼。对，他要带爸爸去看医生。佫带爸爸去看医生吼。对。帮俊真辛苦吼，安尼吼，伊佫对因爸爸的骹步吼，就安尼。为着教会，咱的尤其伫咧即个爱餐的时阵吼，真的是叫不遗余力吼。啊，佮伊的菜单定换新，哦，你若看伊的迄个爱餐咧准备的吼，定拢有一寡新口味出来吼。对，所以啊，咱若碰到帮助的时阵吼，爱佮甲伊较侪鼓励啊，谢谢他吼，安尼付出那么多啊帮助，啊带着咱的青少年吼，啊做真好的工，咱感谢伊。感谢主。好，安尼。好。谢谢牧师，给牧师打分数一下，100分。感谢主。这是咱来吟上用的诗歌，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吟全首，吟煞请牧师祝祷。
奉主的名，祝你的人生亲像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搁真做祝福。奉主的名，祝你的婚姻亲像以撒同款，因为顺服来美满搁健全。奉主的名，祝你的事业亲像雅各同款，安尼到处蒙福时常社温。奉主的名，祝你的工作亲像约瑟同款，有上帝同在，一尽拢凡事顺利。奉主的名，祝你的家庭亲像那同款，全家蒙恩，敬畏上帝。奉主的名，祝你的生活亲像以诺同款，甲主同行，无空虚。奉主的名，祝你的事业亲像大笔同款，合上帝的心意，无退后。愿上帝对神祝你，也愿你的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的繁荣。安尼恳求、祝福、祈祷，拢唱过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咱来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唱个祝福。愿上帝讲，今日天落雨啦。愿上帝讲，今日照地啦。愿伊。咱是所传咱果断，愿上帝的今日照地咱。愿上帝听今日点地咱。愿上帝听今日点地咱。咱所受一切温暖，显明伫咱所做所讲。愿上帝听，今日点滴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要上排骨哈。